投標帶出一波鋪位成交小爆發。大家好啊，線上工商鋪最近市場咧都係比較靜少少嘅，因為係傳統嘅交投淡季啊。咁所謂五窮六絕七翻身，偏偏咧5月6月都成交咗有唔少鋪位嘅，全部都係以招標去出售嘅。咁入邊咧就包括有氹仔紅昌花園嘅鋪位咧，3800零尺咧就成交咗4000零萬。筷子基有一間800幾尺嘅鋪位咧，成交咗600幾萬。筷子基一間400幾尺嘅鋪位咧，成交咗500幾萬。下環街有間5000零尺嘅鋪位，成交2000零萬啦。仲有一兩單咧就待公佈嘅，但計埋金額都過億㗎啦。而呢啲成交嘅共通點就係價錢咧就相對係抵買嘅，另外咧就全部都係招標出售。咁早幾日咧有個投標嘅客問，投標嘅得益者其實咪就係業主方，客戶冇乜着數喎。咁我話咁咪未必嘅，市場低迷咧，其實投標唔代表多人投啊。咁一旦一隻標係冇人投，得一隻半隻嘅話咧，業主個信心咧佢係唔會強，分鐘佢更加願意平嘅，對買家喺呢一點嚟計又未必唔好啊。呢個亦都係點解最近投標嘅成交個價咧，其實係特別低啲嘅，都有4厘幾5厘啊，個別可能分鐘過5厘都唔出奇。其實最近投標成交咗咁多咧，證明佢係有一定嘅市場優勢。咁點解要招標？點解要投標呢？價錢有冇着數呢？呢度同大家簡單傾傾啊。其實投標主要嘅原因呢，就係業主佢想吸引市場嘅焦點。咁而家因為周街都係貨啊，睇到眼花，件都走唔到，分鐘呢一放呢就1年都賣唔出啊。而用招標嘅方式咧，可以快速咧聚焦市場嘅目光，即係話俾全世界聽，我最想賣，你留意下我啦。咁要聚焦到全市場嘅目光咧，就前提你係願意平啊。所以以上4個招標盤咧，佢有個共通點咧，就係招標前咧，佢首先就下調咗個價錢。首先佢係下調咗個價錢1/4到1/3左右啊，以4厘甚至乎更加高嘅厘數推出市場。咁喺價錢足夠平嘅情況下咧，結合招標咧，中介個個都知業主好有決心走喎，呢間下一間咧係必走喎。咁所以佢哋 call 客量就會大增。而招標嘅時間一般唔會太長，數星期到1個月之內啦。咁喺正市嘅時候咧，未必個標都喺短期內收到好多個買家嘅標啊，好多時可能會係得1隻或者2隻。咁喺標數少而未到價嘅情況下咧，業主方見到市場已經係出咗大嘅力度，同埋買家難求嘅時候，咁佢有時可能真係會破例咧，再平少少去成交㗎。咁呢個咧其實對雙方咧都係有好處，業主咧就即時處理咗資金嘅問題，而買家咧又唔使試下，即刻就可以買到件平嘢，心頭好。咁而家周街都係盤啊，對於業主嚟講，某一啲盤咧，如果用招標咧，都不妨係一個快速求買家俾錢買時間嘅方法，而買家咧都唔使逐間由高向下還估下咁樣。喺盤多客少同埋銀行追債嘅大環境底下咧，估計未來透過呢個方法出售物業嘅情況會更加普遍啊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有咩睇法？歡迎留言討論。